大家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尤伯牧师。今天11月5号，我们要分享的是新的呼召，发掘你的负担。我们要读尼希米记第1章1到2节。先来读今天 RPG 的金句。至于你是上帝所重用的人，你要远避这一切，要追求正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和温柔。在信仰的竞赛上要尽力奔跑，为自己赢得永恒的生命。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你蒙上帝呼召，在许多证人面前公开宣认了那美好的信仰。提摩太前书6章12到13节。当你接受耶稣为你生命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你便成为上帝家里的人哦。你归属于上帝所拣选的民族，他呼召你来接受他对你生命和对教会的意向。他要你认识你在基督里的身份和地位，要你知道你可以怎样去爱他，并发挥效能来爱其他的人。上帝对尼希米也发出生命的呼召，要他回到耶路撒冷去建造城墙。然而现在上帝又对你发出什么样的呼召呢？尼希米他的意思是耶和华的安慰，耶和华的抚慰，或者是耶和华有怜悯的意思。尼希米从出生就身处在异邦，但对上帝的信仰坚贞以及对祖国的爱国之心，可以看出他的父母应该是虔诚的被掳犹太人。尼希米的身份跟一般的难民不同，他虽然位居高官，享受荣华富贵，但是当他的弟兄哈拿尼来到书珊城，他马上打听关于故乡的情况，甚至当他听见故乡的悲惨景况的时候，他没有忘记他的选民身份，他与他们有深切的认同感，与他们同忧共苦，而他对他们的患难如同自己的患难。故事刚展开的时候，尼希米就被认定是一位极为关怀他的同胞，并且知道事情的轻重缓急的人。当他听完哈拿尼和一群同胞对他报告故乡状况之后，这个报告使他心中有很重大的负担。他知道上帝的心意是怎样，所以他开始觉得那一些犹大人，他们的生活和神所预定的目的相差好远。由于这种的认识以及摆在他面前的情势向他来挑战，使尼希米他整个人生都开始改变。他听见使他心中这样的一个负担，他想要为故乡做些什么事。由于担心从被掳之地归回祖国同胞的福利，所以他就询问他们所住的城市的情形，
我们在这里的经文看到说，尼希米主动问起这个事，不是他的弟兄先提起啊。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当他听见他们的报告之后，他坐下来哭泣，悲哀了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祈祷。你看到他那么大的一个邻里的负担，在整个基督教历史的当中真正关心别人的人，常被上帝用来改革社会的面貌，明显的需要而促成他们的呼召。他们相信上帝绝不会对他们可怜同胞的哀哭声不闻不问。豪沃德与伊丽莎白富莱，他们是英国监狱的悲惨状况忧心如焚他们为的就是英国监狱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他们很担忧所以他们就大肆的鼓吹监狱的改革。毫无人道的贩卖奴隶行为，这样的一个负担也冲击了汤马士·克拉森和威伯福斯的良心。直到这邪恶的制度被废止之后，他们的心才能够安定下来。在英国工业革命的期间，沙夫茨伯里爵士，他为了要改善女工和童工恶劣的工厂环境，他不辞辛劳到处奔走。汤姆·田拿都、史蒂芬森、穆勒和斯布珍，他们一直也将孤儿的需要放在他们的心里面，成为他们的负担，并且这个负担成为实际的行动，来为这些孤儿提供饮食、住处和安全。豪沃德和伊丽莎白富莱这一批18、19世纪初的这个基督徒，我们看到他们心中产生怜悯之心，来看到他们四周的世界，并且他们化为行动。其次呢，我们透过今天所看到这段的经文，说明尼希米他内心的这种负担，他看见人的需要，人比事物还重要，所以自然他会为了耶路撒冷的外在情势着急。损坏的城墙意味着他们处在极度的不安全，没有商业发展的可能，以及严重的经济匮乏。可是城中这些百姓意气消沉，远比被摧毁的城墙更为要紧。他那位从耶路撒冷来的朋友也有同感，所以对城中市民的关心胜过于防御工事来得更迫切。我想请问弟兄姐妹，现在在你的心里面有对哪一些的人事物心中产生了一些的负担，常常为了他们的需要，他们的灵命得救来迫切祷告呢？你是否有像尼希米一样，当你听见他们的困境之后，你坐下来为他们担忧，甚至悲哀哭泣，在上帝的面前为他们禁食祷告祈求，盼望这些骨肉至亲他们能够得救，能够脱离他们的困境呢？我们来默想上帝对尼希米发出建造城墙的呼召，是因为看见这些百姓
他们的困苦，他们的需要。而上帝正对你发出什么样的呼召呢？你心中有什么样的负担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选召我们，使我们能够成为你蒙爱的子民。你的话语，你的真理也提醒我们，要不断的追求正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和温柔。而在信仰的竞赛上面，我们要尽力奔跑，我们要为自己赢得永恒的生命。这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我们蒙上帝呼召，我们要在许多见证人的面前公开来宣认那美好的信仰。求你使我们看见与听见人的需要，并将负担放在我们的心中，借着我们的祷告与服事，使人能够同得福音的好处，得着上帝的恩典。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订阅并给我们鼓励与代祷。我是尤伯牧师，祝福您一天都充满平安、健康、喜乐。我们下次再见哦。